不带去，永远都不要回到我的生活里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其实我从未远离。你的呼吸，我在回忆，是如此的清晰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为何忽远又忽近？原来已是一整的幸福。别哭了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丢下，都是我不好。别哭了，你再哭的话，我就真的走了。我走了。你看，又多了一张天然丑照。这臭小子！抓我呀！回来！别跑！这小坏蛋！哎，姐，那个叶波好像真的被你骂走了。我最近看他都没有怎么来烦你嘛。不过这样也好啦，省得他老是来烦你。哼，像他这种富二代啊，就是3分钟热度，风流成性。还好咱们端着没上他的当。说完了吗？有时间在这说闲话，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好好做事儿呢。姐，我以为你已经很讨厌他了。这几天我都看你不开心，我想说说他给你解解气。哎呀，还说啊，姐，我在那边煮咖啡呢，我去给你冲一杯，你消消气啊。唉，就知道你不靠谱，让我等的头发都白了，还没看见你人影呢。太好了，不辜负我追了你们 CP 这么久。叶波。什么鬼啊！这是？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？皇上，皇上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让福生做了好多你爱吃的菜。真的吗？太上皇。鳄鱼哥呢？不会走的是他吧？不是的，我让他去办了点事情。啊！哦，呼噜啊！姐姐，你说你是怎么找到太上皇和皇上的呀？你不是说他们要坐飞机去很高很远的地方，再也不回来了吗？为什么会去幼儿园啊？秘密。竟然还有我不知道的秘密。哦，很多啊。父皇，从今天起，你再也不要说要你干妈是蠢女人。
因为她是天下最聪明的女人。这吃饱了，刘儿，真想出去玩，你和夫人陪我去吧。去吧。好，皇上，起驾，走。走喽。不如，我们哎，你们本来打算是去哪里的呀？秘密。不过，我考虑到非洲去转个机，去见见那个做无国界的医生。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许胡思乱想，你不许胡来。你激动什么呀？我又没说是谁。而且我在你眼中就是那种胡来的人吗？我就是遇到那个银僧，我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的。我又不是暴君。拜托，你还是失忆吧。哎，喂，别想糊弄过去啊！最好给我解释清楚。我懒得理你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别打我剧本的主意。还有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这不改剧本也行啊，那我就找个丑男来演，反正我无所谓。那就你喽。我？好啊，我来演银僧。银僧嘛，干嘛？不就是银僧吗？啊！你不要再离开我了，不要再消失了，好吗？对不起。我知道，你都是为了我好。可是，在你替我做出决定的时候，对我来说，恰恰是最痛苦的。我想要的，只是简简单单，有你在，一切都好。所以，你要答应我，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好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在幼儿园看着元宵的成长记录，我明白了一件事情。我原本以为我只是记得那份爱的感觉，靠着残存的记忆继续爱你。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我是以新的身份重新爱上了你。我好像有点明白了。尽管我们拼命的闪躲、否认、拒绝对方，但是相爱的感觉没有因为时间、地点、身份发生任何改变。命中注定，我就是会遇到你，而且深深的爱上你。我回来了。皇上，没想到今天你会懂得给姐姐和太上皇制造机会，真棒！听说啊，商场要大减价。真如此啊！哎，皇上，
因为什么？